2024全國平均工資出爐啦喎，你有冇拖全國人民嘅後腿啊？5月16號，國家統計局嘅數據顯示，2024年全國城鎮非私營單位，亦即係我哋熟知嘅體制內就業人員年平均工資分別係124110蚊，每個月咧大概係1萬多啲啦。而私營單位就業人員年平均工資就係69476，平均一個月大概6000多啲啦。我知道好多觀眾話唔係嘛，我冇達標喎。嗱，咁樣喺私企，咁你俾邊個平均咗啊？邊啲行業嘅工種嘅工資高啊？2024年私營企業平均工資水平前3位嘅行業係咩呢？金融業一年135339，信息傳輸、軟件同信息技術服務業123193一年啊。科學研究同埋技術服務82387，睇完知道你應該日後揾啲咩工作做啦嗬。而收入倒數個行業咧，分別係農林牧漁業、住宿餐飲業、水利環境、公共設施管理業。呢3個行業咧，平均落嚟咧，年薪5萬都唔到，月薪4000多啲。其中倒數嘅係農林牧漁業，平均月薪只係得3869，4000都唔到。呢度個工資係指全部勞動報酬，即係包括就業人員喺單位實際攞嘅工資、獎金、津貼、補貼等等，仲包括單位從個人工資中代扣代繳嘅個人所得稅、社會保險基金同埋住房公積金，噼里呱啦計晒啦，到手咧亦都係4000到5000左右。所以有網友喺度呻啊，哎呀，原來唔係大環境唔得，係我入錯行。仲有啲醒目網友話，我已經準備將呢個視頻轉發俾老闆，睇睇佢個平均係幾多，即刻加人工啦！唔係我就連夜改簡歷，我跳槽啦，我走佬啦！最後問下你，你哋覺得呢個數據係咪被平均咗呢？抑或係好貼近你嘅真實情況呢？